嘛是靠科技斗三工，这是疫情过后，真侪国家拢在欠医生甲护士。澳洲有卡庄卡所在病院，就是因为欠卡手，因即马是用 VR 虚拟实境的技术训练护理师来学助产的技术。画面内底穿蓝色护理师衫的负责人，伊挂 VR 目镜，遮看遐看，伊看到实境演练的情景，手拿动作，那协助情景内底患者生产。这是澳洲昆士兰的病院最近实施的训练模式。在助产师的指导之下，护理师会当透过 VR 虚拟实境的技术，协助产妇生囡仔。I can pick a stethoscope up and put it in my ears and actually listen to heart sounds, and I can listen to lung sounds. I can dress a patient, undress a patient, put ECG dots on, things like that. 澳洲一个专业的助产师，平均一年的薪水是5万块澳洲币，差不多台币112万块。市场的需求大，就业机会多。不过因为这个工课风险较悬，出现人力断层的现象。根据了解，澳洲昆士兰敢若有23区的病院有助产师，其他西北地区的病院甲卫生服务中心拢无。不过昆士兰部分地区煞长期欠卡手，就算薪水比其他的所在较悬，若无法度吸引专业人士来遮做工课。为了训练目前的护理师会当分担助产的工课，病院实施 VR 的课程来代替实体课程。You can't get away that often, so just having that opportunity to be upskilled all the time is going to be really good for patient safety and care. 在2018年，澳洲纽卡素大学护理学院就推出 VR 学习助产的课程，透过虚拟环境，让学习者会当亲身动手操作，增加临床助产的经验。目前，这种虚拟实境的课程还要进一步来开发，希望会当在昆士兰规个地区提供予各样病院护理师来学习。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